开球仪式为华视52岁52台特别举办的高尔夫嘉年华起鼓，来自各界精英伫球场展现热情甲球技，无论是充满爆发力甲姿势优美的开球。也是苦练拍大表现。乐福球场充满着赞叹声甲欢乐的气氛，参加球友除了欢喜，冒期待。华视呢是公广的一个分子啊，那如果能借由在媒体的一个影响力，那来推广高尔夫球的运动啊，那让更多的台湾的优秀的选手能在世界上为台湾在高尔夫球界来争光。华视52周年，加上华视52台球友把握上5日的机会，用因的热情加添华视大庆的光彩。Hello， 我是郑慧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